今日早起，咱先来关心今年的第15号风台天兔，已经伫咧今仔日早起翻点过形成，目前是向西北西方向咧行。气象署无排除伫咧拜四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。在关岛西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，今日透早2点正强做第25号风台天兔，继续向西北西方向行。咱上拜四会到吕宋岛东边海面，了后路线大家有无共款的看法？气象署无排除伫14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另外，关岛东边海面的第24号风台万期，未来向西刷顶东对台湾天气无影响。第13号轻度风台接近，今仔日进入东沙岛海面，了后向广东海面行。第12号风台因形会减少做热带性低气压。天气分析师指出，主要是因为今年太平洋高压无正常强势指数，目前北平冷空气路南不明显，雨交通是正活泼。太平洋高压顶着这个西风系统，其实也让出南边的很多热带扰动发展的空间，也就造成台风一颗一颗的在这个太平洋低纬度的地方形成。第25号天兔台风，那预期它可能是在这礼拜5到礼拜6的时候最接近台湾。分析师指出，天兔向西边行了后，可能北弯，到时阵北边系统太平洋高压加风台三个势力互动有望有变数，风台可能沿台湾东部海边上北，要模式有步向南海行。路线大家有望有无共款的意见，爱继续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